这是很多啊，也许身体不太方便的艺人。有时还用个背开。为什么后学要给大家看这一篇？只是你看一个拾荒者，他1岁多的时候他就没爸爸了。你看都是捡过那所谓的垃圾，在对岸马来西亚叫做垃圾。可是你可以发觉到他心中的梦想是什么？你们还记得吗？世界上面有很多美丽的事物，我很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。其实心境美，物兼美。他一直也是在当志工，他来到了深圳那里，他也认识了很多啊，也许身体不太方便的艺人，彼此那么互相的帮助。可是你看他在比赛选择的歌曲，都是选择为别人好的，叫什么歌名？朋友悲苦。所以他连选择歌都是在为别人着想。所以一个领导者，我们今天带兵带心，其实就是从心下手。你有没有真正的做到了众术之道？众就是心口如一，我们不要说一套做一套。刚才后学就说了，孩子不是听父母说什么，孩子是看爸爸妈妈做什么。后学也不是在听前贤在说什么，他们是眼睛真的很大，看着前贤在做什么，就知道了。贴心，中术之道其实讲的白话一点就是贴心，因为术道的术就是如心。带兵带心，我就跟你同理，不是同情，是同理心。我站在你的角度，我跟你在一起，我来感同身受。如果是变成你在我的这个位置，我变成在你这个位置，我会如何处理？所以有时候夫妻之间在激烈的沟通，沟通干嘛那么激烈呢？可是彼此 exchange position。我变成了太太的角色，太太变成了丈夫的角色，一团和气，这种就是没有同理，一直坚持自己的立场 ，non ma si li，non ma si li， 这样子的话，怎么进一步去沟通？为什么不退一步呢？所以术道，时间已经刚才讲过了，没有准时开始，也要准时结束，就是这么一回事儿。你会发觉到时间都是不饶人，说着说着，15分9点15就到了，除非这个地方快转，还有3分钟，后学的表还有3分钟，这是合乎规定。佛堂的时钟都要快播3到5点钟，提醒自己早一点出发，这是对的，提醒自己啊。所以后学还有3分钟讲一个例子，你看看在你们家。那么 toilet 就是厕所，有时候是干湿分离的浴室。你进入到了厕所、浴室的时候，有时候都会有干湿分离情况之下的拖鞋，知道吗？要换穿什么拖鞋？我们这样子穿了进去，你要出来的时候一定是相反方向啊！你要离开出来一点是相反，有可能是同一个方向出来，有把裤出去，脱了鞋子。没有这一种人的，全部是相反方向，而且要急着回去啊，处理自己的事儿，看电视咯，看影片咯，打电脑咯，接手机咯，一只拖鞋向前，另外一只把碰到马蹄，然后呢，一只拖鞋向上，一只拖鞋向下，多就不会笑。下一个家人一进去说，另外一只呢在马桶的后面。
面，好在不是里面。一杯先杯，搁提起来，搁跋一杯。没有贴心，唯有贴心，给人家信心，给人家希望，给人家欢乐，给人家方便，就是给下一个家人的时候，一穿就可以进去。但是我们总是只是考虑自己，贴心不够。你看日本跟台湾之间的差别，或许看到了一篇文章，他说日本人用完了公共的浴室或者是厕所马桶，总是会拿一张纸巾把它擦干净，擦干净，感觉到很 comfortable， 觉得很舒服，没有脏了不湿了，那么微笑的离开，帮助底下用起来舒服嘛。台湾人不用擦，因为下一个人要用，他自己会擦。同样一张卫生纸，日本人是为别人擦，台湾人是为自己擦，差很大。是，所以有时候呢，开车急着要上班，铁门打开，外面一辆车子在来，你发觉到是求自己的方便，你根本没有考量到别人。这个就是我们的毛病，我们的习气。或许最怕的就是谢师宴。以前在台南教书了快30年，指导的硕士班的学生有70几个，每一届有时候都是6个、7个、8个，那么这样子到谢师宴，到了那个餐厅去的时候，那个都是长条长桌，请老师上座，就坐在这里，看那边的菜，看有吃无。他得到有时候会第4张椅子那边去。我是说呢，先把这一边的菜呢先夹一夹，干嘛不请我坐在中间呢？左右红脸。一听贵宾坐，上位一定要这边的。哇，让先吃一吃，等一下呢他们会帮我把那边的菜端过来，对不对？夹一个小，吃完了，那边的菜都不见。这种学生怎么可以让他毕业呢？有时候高学历没有能力，高学识没有尝试。你要了解到了，有时候在这一些的细节，你不够贴心。有时候在微离细节，其实在美国、在英国是多么的绅士，多么的尖头。纵然是自己当司机，他们还是下来帮太太开车的。知道吗？手还会放在太太的头顶上面，以及一种关怀的眼神、灿烂的笑容、亲切的声音。然后呢，就是说，亲爱的太太，小心哦，不要撞到头哦。你看我们台湾的有没有？所以完了以后呢，你看轻轻的帮太太关门，不要那弄到起你听，那对太太都给我一个一听，轻轻的关门，就为了以后手刹车一忘，还要问隔壁的太太 ，Honey， 有人意？要问太太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可以出发了吗 ？Honey，Are you ready？ 你看看多贴心。你要让太太说 Ready Go 才 Go。所以我们台湾的有时候让太太自己关车门，车门还没关好，油门就踩到底。你要刹车呀，手会去绕掉，你才搞对个弯子。是。其实细节就是在这一边，一个家庭的和谐、合作、和平、和乐，其实就是来到核心，心与心拥你在一起，变成一条心。所以装潢不一定要气派，和乐才是最好的装潢。装潢你不一定要很气派哦，和乐、和气、快乐才是最好的装潢。是啊，一个组织，一个佛堂，一个道场，还不是如此吗？上下左右，大家全部都是好伙伴，都是好兄弟，那为什么不是一条心？和谐、合作、和平、和乐。哇，你这个地方高磁场、高能量，那么的芬芳，蝴蝶都是成群结伴飞过来，飞过来了，知道吗？这是跟大家互相共鸣，互相共鸣。对，那就等待下一次第2集我们再来。
啊，谢谢大家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，道路红展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